的这位穿反光甲的人是台中当时分局东兴派出所的所长，伊徛伫车路指挥交通，毋过后一秒。一台要倒弯的车辆，因为暗时视线无好，无看到这位咧指挥交通的警察，车辆完全无减速，弄到姓洪的所长，人直接倒伫涂骹。救护车到场，所长要倒伫涂骹，身躯顶有挫伤，送病院了后，人无代志，目前伫厝内受养。路树倒塌，影响车辆往来交通安全，因而在中正路与中和街5段口人行道上协助交通管制，因为注意车前状况，不慎撞上执行中之洪所长。这件车祸意外发生伫昨暗时9点外，发生伫石拱和新社交界，有树仔倒去，影响交通。附近派出所姓洪的所长接到通报，伫巷仔口指挥交通，所有车弄掉。加上夜间视线不良，请驾驶朋友行经路口务必减速，注意周遭人车，遵守慢、看、停3原则。警方为着民众开车的安全，伫暗时出勤指挥交通，煞拄到意外。警方提醒民众暗时开车要更加注意，才会当保护其他过路人的交通安全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